讲到这两天的地震，伫嘉义地区虽然一开始无传出重大损害，不过伫嘉义县有一寡较旧的学校，有关有发现讲，这建筑物开始出现破损。就成功大学的教授提醒讲，伫嘉南地区是后一个爱注意地震的所在。小连续2天发生地震，教室内底出现一条大壁损。为了学生的安全，罗草乡中寮国小的教室即马暂停使用。有这样的状况，我们就呈报给上级的机关这样子。然后这间教室呢，在这个地震之后，我们也就请学生呢，就是不要使用，那就把它挪到多功能教室去。特别呼吁学校要赶快把这些灾情送进来，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做协助，也会用到这个灾害准备金，赶快来协助帮忙学校来做复原。嘉义县教育处目前正在调查县内学校受损的情况，嘛有派人去处理。成功大学有教授呼吁，嘉南地区要注意地震的发生。国立中正大学研究地震的教授嘛提醒大家，思考地震发生时要做什么更加重要。就像昨天发生在台东的这个地震，连台北、桃园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事情，甚至桃园有一些建物有一些灾害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基本上大地震来的时候，它在哪里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一件事，而是我们能够做什么。中正大学研究地震的团队表示，台湾本身就是常常地震的所在，而且只要大地震发生，规台湾拢会有感觉。研究短暂需要时间，甲政府相关单位的资源，才有法度豆豆来进行。目前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提醒民众正确的防灾观念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